歷史文物關注協會對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上京諮詢專家保護世遺嘅意見表示歡迎，希望特區政府聽取意見之後，能夠完善保護世遺，特別要重新衡量緩衝區嘅規劃工作。楊惠東報導。東牧洋燈塔緩衝區外圍地段嘅建築發展規劃有礙景觀，以及城市急速發展對世遺景點以至整個歷史城區嘅影響，都引起市民嘅關注同憂慮。歷史文物關注協會副理事長陳樹榮認為，今次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上京，向專家諮詢世遺保護嘅情況，顯示特區政府有決心保護世遺，以及願意回應民意。當中期望喺城市急速發展下，能夠重新衡量緩衝區嘅規劃，保護文物嘅準確性以及原來嘅風貌。譬如牌坊咧，大三巴牌坊係一個世界文化遺產，係一個知名嘅世界文化遺產。但係佢其實周邊咧而家係個新問題嚟㗎，因為佢劃嗰個緩衝區咧，好可能嘅喺範圍裏邊就唔會起多高樓大廈，但係呢個範圍冇好遠啫。如果假如喺範圍冇好遠，就起多高樓大廈，超過晒呢個牌坊嘅高度，咁一睇落去咧，成個牌坊後邊咧變咗係一個高牆林立、高樓大廈林立、石屎森林。我相信呢個肯定係對世界文化遺產唔係一個好事情。陳樹榮話：城市急速發展，亦會同世遺嘅保護產生矛盾。希望特區政府喺聽取專家嘅建議之後，能夠合理對興建中或者審批中嘅建築物，特別喺高度限制上作調整，完善保護世遺嘅工作。而對於特區政府正草擬文化遺產保護法案，陳樹榮話：歷史文物關注協會喺收到諮詢文本之後，亦會提交具體嘅意